台北地方法院昨召开严亚庭，针对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开庭讯问。合议庭在今仔日裁定郭文德7000万、应晓薇3000万交保，两个人拢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限制住机，袂当和被告被团的证人接触，也着爱进行这电子监控，就是挂这电子卡扣，也个手机来监控。郭文德讲，伊要等到后礼拜一才来决定讲敢要交保。 夫人有没有觉得终于松口气了？夫人，那个市长可以出来了。郭文德太太陈佩琪伫民众党立法移动团主任陈志涵的陪同下出现伫银行，对着记者提问拢无回应。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牵涉强化涉案，关押到即阵，8月初5裁定郭文德以7000万块交保，应晓薇3000万块交保，两个人拢爱挂电子卡环，各按手机进入电子监控，另外袂使甲共案的被告证人接触私了，恐吓也是探听案情。 就与柯文哲、应晓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重要证人均结问完毕，被告2人灭证串供的机会已经大幅降低了。法院裁定交保的理由是，这个案件重要证人已经讯问完毕，相关事情得到相当程度的保全。不过，对郭文德相关的交保金、总钱进度、甲郭文德交保意愿，民众党讲正拍拼伫想办法。那现在又是一个天价的数字，柯主席本身会不会愿意？ 被交保，这个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作为一个柯粉，然后作为党的秘书长，我实在很想跟主席讲说，是不是这边听我的，让我们花点时间努力一下，然后顺利的把你接出来。全党上下心情当然都很激动，那也期盼这一天期盼很久，希望说这一次能够平安的回到家。 社会政治人物也发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面世发文，讲唔知变怎公众感受，对郭文德这段时间所承受的压力甲折磨，感觉唔甘。民进党是发声明，讲尊重司法调查，卖玩弄好人，嘛卖纵容歹人，也好有当事人诚实面对司法。我们一向不对任何司法的个案来进行任何的评估，但我也只希望说人人守法，那司法检调单位依法来侦办。 对郭文德交保消息，柯妈妈何水英接受采访时，伤心也欢喜。不过因为行路无方便，无倒来迎接郭文德。有啦，我欢喜都请我来就足够多的。由应晓薇已经先做到3000万的交保金，律师会使办理交保庭书，办理提解应晓薇跟法院挂电子卡环。若郭文德暂时也未完成交保庭书，律师团发出声明，伫8所办理律师见面各地交保庭案裁定了后，郭文德讲要搁再详细想看卖，设备早起律师见面了后，再过来决定。记者宋夏报道。